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。这一期咱們聊一聊數據造假，聊一聊大豐收。我們經常會從電視和主流媒體中看到夏糧大豐收、冬糧大豐收、農民大豐收這樣的報道。你比如說2026年7月，央視新聞報道，歷史新高，我國夏糧產量首破3000億斤。哪些因素撐起夏糧滿倉？7月份，央視還報道了說，夏糧生產逆勢奪豐收，彰顯我國糧食生產韌性與農業抗風險能力。遠一點，2025年，央視報道 1.45 萬億斤創新高，大國糧倉高位增產背後的豐收密碼。在2024年，央視還報道說21連豐就是大豐收，21年連續大豐收，詳敘我國糧食總產量 1.4 萬億斤的衝刺史，全國糧食總產量首次站上 1.4 萬億斤新台階。所以這樣的新聞非常多，我們習以為常。哪一年說糧食沒有大豐收，我們還覺得不適應，是不是那一年有什麼問題？所以每年都是大豐收，基本上這個報道的標準，我國糧食總產量連續多少年穩定在 1.3 萬億斤以上，或者 1.4 萬億斤以上，實現了21連豐，或者是22連豐，或者25連豐。這樣的報道還經常出現在晚上7點的節目中，所以非常提氣，非常振奮人心。聽了這樣的報道，肚子都不餓了，感覺自己也是吃飽了。所以經常這樣的宣傳，這樣的報道，聽習慣以後，很多人就認為產生一種這種感覺啊，農民才是人上人，農民活着才是滋潤。為什麼？你看新聞中，咱們經常接到這樣的報道，說鐵路賠錢，公路賠錢，高速公路賠錢，醫院賠錢，發不出工資，就連石油公司也賠錢，航空公司賠錢。那這報道，今年航空公司上半年賠多少？幾百億，就連壟斷的煙草公司它也賠錢。是不是咱們經常聽到叫苦？可是你一回頭一看，只有農民，剛才已經說了，那新聞全國各地都是大豐收，農民產量又創新高，農民是增產又增收。所以說你這麼一比較，你感覺農民過得相當滋潤，收入是穩定增長的，那產量穩步提升。那為什麼好多人還不願意做農民？很多人以為農民是最完蛋的，是吧？最慘的，還是天天嚷嚷着跟農民要加點退休金。你知道國家為什麼不加嗎？答案就在這兒。因為各行各業日子都不好過，只有農民日子好過，因為年年豐收，年年創新高。而這一次這不巧了嗎？巧了，但是報道他打架了。怎麼叫打架了？就在2026年7月14號，央視的焦点訪談，他播出了這麼一檔子節目。什麼節目？湖南江華縣出現典型的紙上水稻亂象。什麼叫紙上水稻？也就是實際上，比如說它水稻只有1萬畝。但是紙上水稻就是它報的往上報的是3萬畝，還有2萬畝就是紙上水稻，1萬畝是真實的在地裡長着的，還有2萬畝那是在紙上長的。這是焦點訪談報道的，這個不是咱瞎編的，這個是2026年7月14號焦點訪談。我們一起來看一看焦點訪談這個是怎麼說的。這個視頻大家自己可以找着看，我們就介紹一下焦點訪談。他說，記者在湖南省江華縣採訪時發現，當地上報的水稻種植面積與實際情況存在很大差距，糧食種植面積在當地成了數字遊戲。大家知道，我們國家規定有18億畝的耕地紅線，這是個紅線不能破的，18億畝。這18億畝是用來種主糧的，就是糧食，這是確保大家不要餓肚子。萬一有個3長2短，那年成不好，或者是國外也缺糧，那咱們不能餓肚子啊，那必須是18億畝。種糧食的這種耕地得到保證。但是這個焦點訪談的記者在湖南省江華縣就發現了2套這個賬本，也就是地方政府玩起了數字遊戲。焦點訪談說，江華縣地處湖南省南部，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，水田在這裡是珍貴的耕地資源。記者採訪時正是6月中旬，本應是早稻抽穗的時節，但是在一些水田裡，記者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。濤圍鎮上游來福村水田緊鄰207國道，交通便利，土地平整，都是永久基本農田。而記者發現，這裡還有不少水田裡種的不是水稻，而是南瓜、苦瓜等蔬菜作物。
在陶围鎮石頭寨村附近的一片農田中，中央竖着，就田中间竖着叫保障粮食生產大牌子啊，標語還在那寫着呢。但是水田裡種的卻是別的經濟作物。那記者來到陶圍鎮新大山口村，這裡也是雙季水稻示範基地，早稻早已抽穗，展示不錯。記者眼前一大片都是水稻，但利用無人機，記者拿無人機稍微往裡飛一點，可以看到裡面的水田種植了大片的羅漢果。江華縣這個叫陶圍鎮，這個鎮很多水田，本來這地方是基本農田，是水田，那只能種糧食的，但是卻種了大量的其他的經濟作物，就這意思。面積多达幾百亩，就是记者拿無人機飛了一下，發現本該種糧食的，最後種的都是芋頭。湖南啊，是我國13個糧食生產省之一，主產省。按照要求，湖南省制定了落實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責任制，每年都會由省市逐級下達糧食播種面積、產量等核心指標，將糧食播種面積納入落實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責任制考核、鄉村振興戰略實際考核，對未完成目標的地方進行通報。今年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，江華縣也制定了2020年發展糧食生產工作方案。2020年，江華縣要千方百計穩定糧食種植面積，多措並舉，提高糧食單產水平，力爭完成糧食作物播種面積58.5萬畝，其中特別提到全年早稻面積穩定在12.9萬畝，也就是13萬畝。這是江華縣的 KPI， 也就是你必須要這麼多地要種水稻。但是湖南省江華縣農村局局長陳秋平他對這個焦點反彈，他說我們早稻任務啊是12.9萬畝，中稻任務是13萬畝，雙季晚稻他種3季，你看看13.2萬畝，就是将近39萬畝的水稻面積種植任務。大家就問了，那這39万畝到底怎麼來的？這個39萬畝水稻種植任務是這麼來的，在土地管理法等相關法規的基礎上，國務院辦公廳2020年11月發布了《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防止耕地非粮化、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》。意見要求，永久基本農田要重點用於發展糧食生產，因此各省市依據各縣永久基本農田的面積來確定當地糧食種植任務。你這個地方永久基本農田是多少？一共全國各地永久基本農田加到一起，那就是18億畝。你這個縣是多少畝？你這個鎮是多少畝？你這個村是多少畝？那多少畝，那就根據這個標準，你要種多少畝的糧食。所以任務就這麼來的。江華縣總共有32萬畝永久基本農田，這32萬畝的永久基本農田啊，一部分可以種早晚雙季稻，所以当地確立了39萬畝水稻種植面積的任務。這個局長陳秋平呢就說了，他說我們基本上可以完成早稻任務，是要求必須要完成，因為從中央省市要求來說，它是底線問題，這個底線我們必須守住。為了確保完成糧食種植面積，江華縣把水稻種植的任務分解給了鄉鎮，這個就是 KPI 層層分解，全國分到各個省，各個省再分到各個縣，各个县再分到各个镇，各个镇再分到各个村。这个 KPI 上面会附上具体粮食生產任務。記者在當地採訪時看到水田裡各種經濟作物種植如此之多，這早稻面積底線又怎麼保證呢？湖南省江華縣陶圍鎮農業辦主任李霞峰他說，過去我們這邊有種羅漢果、烤煙9000畝，還有經濟作物。我們現在做的工作是逐步退出經濟作物，把農田、水田還給水稻。這位陶圍鎮農業辦主任說，他們還在逐步治理非糧化，把水田還給水稻。可是，在陶圍鎮辦公室，記者看到一份2025年早稻面積台賬統計表，台賬顯示各村都完成了任務，而且早稻實際完成面積都比目標面積還略微多一點。這又是怎麼回事呢？你看他往上報的材料，那可都是完成的。採訪中，一位鎮幹部道出了實情。其實他們全年3.5萬畝左右的水稻任務有不少水分，
這是一個鎮。湖南省江華县掏鱼鎮工作人员說，为了完成任務，只能完成2萬亩，還有2萬畝，每個村幹部領200畝的任務。台站上顯示有200畝，實際上村幹部沒有種，這200畝不領補貼，只是為了應付上面檢查，只能在台站上再造2萬畝出來。大家記住了，對吧？這2萬畝是在紙上造出來的，那這個2萬畝的糧食不也就造出來了嗎？那所以你就看到21年豐收的，24年豐收，年年大豐收，一年比一年多。這個焦點訪談說，他說事情真是如此嗎？記者隨後在掏魚鎮羅家寨村委會就發現了這樣一份台賬。根據台賬上信息顯示，今年村裡主要由莫朝範、陳萬景、陳花蓮3位大戶承包種植水稻，每戶種植了100多畝旱稻。村裡旱稻種植面積一共是450多畝。可是深入了解，記者發現這3位種植大戶中有2位是村幹部冒充的。那麼這2位村幹部到底是不是像台賬中所表明，分別承包了100多畝的耕地來種早稻呢？在台賬之外，記者還發現了另一份羅寨村2026年種植早稻的表格。這份表格顯示，陳萬景和陳花蓮2位村幹部並不在種植早稻的名單中，村裡只剩下1位種植大戶。這個村實際早稻種植面積只有140畝。湖南省江華縣掏魚鎮羅家寨村村幹部陳花蓮他說，實際種植大戶只種了100多畝，散戶還有40多畝。你看，这統計就這麼編造出來的。唯一的一個種植大戶也只種了100畝，剩下的還有一些其他農民零零散散的種。真實的數據不放進台賬，而放進台賬裡的數據只是數字遊戲。這是焦點訪談說的。不止羅家寨一個村，台賬顯示，掏魚鎮蒼梧村2025年早稻種植任務順利完成，面積是201畝，比任務還多了1畝。你看這玩意，這有講究的。如果要求200畝，你就種200畝，那多危險，是吧？萬一哪一畝不算，那你不就沒完成任務嗎？所以人家超額，超那麼1畝。在另一份2025年鄉鎮早稻的統計表格中，記者看到蒼梧村農戶申報實際早稻面積為0，經村鎮核實後改為了11畝。而在今年，他們的早稻種植面積也是一筆糊塗賬。什麼意思呢？就真實的農民報上來，這就沒種稻，這個村就沒有種早稻。但是就這樣，村幹部他也報了11畝上去，當地沒有完成糧食種植面積任務，於是想方設法在台賬上注水分，這讓國家鼓勵糧食生產的好政策難以發揮作用。為了鼓勵大家種糧食，近些年來，我國不斷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補貼。對於水稻種植者，國家及各級政府的補貼項目有耕地地力補貼，就是補貼名目非常繁多。一個是耕地地力補貼、稻穀目標價格補貼、雙季稻補貼、水稻種子補貼等補貼項目達10餘項。你說就種個地，補貼就這麼多，不是琳琅滿目，反正是反正這麼多，你不太容易整得明白。每畝水稻補貼額能達到400-500元。這樣，種植大戶在適度集中的基礎上，通過補貼的方式，能夠確保種糧的經濟效益。然而，記者在江華縣採訪時發現，一些村幹部不僅沒有負擔起保障糧食生產的責任，有的自己也沒有種早稻。掏魚鎮不少村的水稻種植任務都含有水分，當地又是如何核實數據的呢？這個就是焦點訪談。那既然你說下面都是在弄虛作假，那你上面的機關你得核實。採訪中，江華縣一位領導表示，為了應對檢查，他們只能要求村民和大戶們盡量在可視範圍內種植水稻。什麼意思啊？可視範圍就是肉眼能看得見的地方。肉眼看得見的地方是什麼？實際上就是路邊，在路的邊上、國道邊上、鄉村公路邊上都種水稻。在深處，那就種，你愛種啥種啥。看來當地縣、鄉鎮、村3級都是在想方設法應付檢查，也就是說，下面是幹什麼，上面都知道。縣里知道，就是村裡面瞞報、弄虛作假；鎮里知道的，鎮里弄虛作假，那縣里也知道。為了防止露餡，是吧？還得專門指示，在可視範圍內要種，不能種別的經濟作物，你得種水稻。那大家想一想，那市里他不知道嗎？市里那些幹部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市里的幹部不也是從縣裡面
对吧？提拔上去的，市里也知道。那市里知道，那省里能不知道吗？省里的干部是从美国来的吗？那不也是县里、市里提拔人一步一步干上去的吗？他能不知道吗？省里也知道，剩下的我也不说了，说了你真不知道了，你不戴口罩是不是？都知道，上下都清楚。我感觉焦点访谈不清楚，这记者把它当回事了。那麼當地近幾年到底實際種了多少水稻呢？和他們聲稱完成的數量有多大差距呢？在陶峪鎮，記者找到一些國家為鼓勵水稻種植設立的稻谷目標價格補貼資料。這筆補貼的發放需要經過農戶申請、村級公示、鄉鎮審核、縣級複核等多道嚴格的程序。其數據能相對真實地反映水稻的實際種植面積。2025年，陶峪鎮一份公開的報告裡寫着，全年完成水稻種植任務3.57萬畝，從領取補貼的數量來看，實際只有2.5萬餘畝。水稻種植實際完成情況和上報數據存在巨大的差異。不僅是陶峪鎮，縣裡也存在同樣的情況。江華縣2023年以來，每年都發布統計公報，縣里統計局也發布統計公報，當地糧食生產總面積58萬餘畝，其中稻谷面積穩定在39萬畝左右。而記者查詢了近幾年江華縣稻谷目標價格補貼資金的公示資料，以2024年為例，實際領取目標價格補貼的畝數是23.8萬畝，兩者相差15萬畝左右。你看，這個還不是記者什麼怎麼着的，記者就把當地縣裡的自己公布的數據拿來一看，打架了，前後不能照應。那邊往上報的時候說它是39萬畝往上報種植糧食，但是實際它發放的糧食補貼那只有23.8萬畝，那還差了15萬畝。難道有15萬畝有人種了不要那補貼是嗎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對不對？都知道有這政策，我種了地補貼不要，沒這可能。那只能說這15萬畝是編造出來的。問題是這都是江華縣統計部門統計的數，自己這數都在打架，都不能互相照應，你說說吧。弄虛作假，當地在非糧化沒有治理完成的情況下，卻搶先在台賬裡完成了任務，這樣真假兩本賬，他們自己又如何看待的呢？這就是焦點訪談記者誅心之問了。也就是你公然造假，對吧？你們自己怎麼看待這兩本賬呢？就這麼造假，就這意思。这樣顯而易見的虛報數據，這麼些年，當地難道沒有發現嗎？看來對堅守18億畝的耕地紅線，保障糧食安全的認識還要提高。從實際情況來看，說江華縣全縣有32萬畝水田，加上水雙季稻種植，當地39萬畝的水稻種植任務，並不算高不可及。如果經過努力確實難以完成，那也應該拿出實事求是的態度，正視矛盾和困難，如實上報，而不是利用兩本賬的辦法，虛報虛假數字，既糊弄上級，也糊弄自己，紙上種田，種不出豐收的稻谷，更守不住大國糧倉的根基。他這個焦點訪談這個時間挺長的，15分鐘的，但是我這是簡單介紹，我來談談我的看法。這個叫紙上種稻，數字遊戲，弄虛作假，這什麼原因？就是紙上種田這種亂象為什麼會出現？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要問一問，為什麼非要下這樣的 KPI？ 你必須要種多少稻，必須要種多少糧食？這個我覺得18億畝耕地紅線這是不能動的，這個耕地的你不能拿去蓋房子，對吧？拿去幹這個搞工業那都不行。耕地這沒毛病，要把它作為一個基本農田，這也沒毛病。現在大家能吃得飽，萬一世界發生变化是吧？比如氣候變化，或者是俄烏戰爭導致糧食減產，你看俄羅斯現在沒有柴油，那俄羅斯的糧食有可能減產。如果烏克蘭再出點問題，如果在美洲糧食再欠收，假如這些不利因素都疊加到一起，全球就一缺糧，那咱們是吧？那咱们糧食安全就會受到挑戰，大家也可能要餓肚子。所以說18億畝耕地的農田是必須要保證的。你必須說年年都要種糧食嗎？因為糧食2季3季，對不對？你還有儲備糧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實際上咱們有儲備糧，各地還有糧倉、中儲糧，是不是？媒體報道中儲糧各地都有，对不对？那這個糧食實際上就是用來平抑的、緊急的，就是一種叫庫容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應該容許各個地方它自主決定是種什麼，
沒有必要整齊劃一，必須種多少畝。這是第一個。你要求種糧食，實際上某種程度上還是計劃經濟。你計劃經濟，你就會遇到各种各樣的問題。你這要是計劃呢，肯定有人他會弄虛作假，給你搞數字。什麼叫市场经濟？你自己種，你愛種啥種啥，你自己沒有補貼，你自己願意種啥就種啥，你種什麼賺錢你就種什麼。你看我們種糧食又是補貼，又是這個又是那個的，最後搞得這農民，實際上大家很多人不知道，現在農民根本就不種糧食，農民把自己的地都給大戶了，自己種，他不管種什麼都不賺錢。有很多人他不懂，比如你們家3亩地或者5亩地，你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給大戶，你每年收租金，那租金其實不多，300。有的地方200，有的地方300。如果你们那個地方富有，是江浙沪，也可能更貴一點，是吧？或者是北京周邊，一般的像安徽、湖南這些地方恐怕就沒那麼貴，湖北恐怕也就200-300，一年1畝地200-300的租金，5畝地你到時候1500。如果你要自己種，你一年你有可能賺不到1500，你看他還賠錢，你還得累，就这種地的風險。就農民都不願意種地，把地給大戶，大戶怎麼辦？大戶他把地種水稻，種這個黃豆。他不管種什麼，他會算賬，他要賺錢，因為他1畝地還付300的成本，或者200的成本，他有機械，對不對？他有人，他還貸款買收割機啊什麼的那些各種農業器械，還有無人機，他自己要鋪管道，要灌溉，他會算成本，再加上補貼。他比如說他種糧食，他一算這個補貼，算糧價，種水稻值錢合適，他就種水稻。如果他發現種黃豆合適，他就種黃豆，或者是套種。總之大戶他會算賬，這叫市場化。這第一個，我就說你要求每個省每個縣里要求鎮里你要種多少畝水稻，濃的計劃經濟色彩，這個我覺得值得商榷，是吧？你只要計劃經濟，那下面覺得為了完成任務，他就得虛報。第二就是說，你要解決糧食問題，想讓糧食豐收，那你就要刺激更多的人去種糧食。更多人種糧食，你就得讓大家種糧食能賺到錢，也就是你要提高糧食收购價，谷賤傷農。如果糧食便宜的農民他就不願意種，散戶種1畝水稻，他的各項成本加到一起，大概600塊錢。你比如說基根，你要農機，要稻種，還要化肥，你要施化肥，完了還要打農藥，你這些成本加在一起，1畝地成本要600塊。這就為什麼說種地會賠錢？種地實際上是跟創業是一樣，因為你有本錢投進去。很多人以為種地是我出力就行了，對不對？我拿個鋤頭在地裡幹猛挖，那不行，你還要投入化肥、農藥，那都是錢。1畝地就要600，但是1畝地稻子大概也就能收1000斤，而那個稻子的收購價，人家到你地頭來收，你就不用把它整往哪兒送，人家到田間地頭來收8毛錢一斤，也就是你一畝地稻子就是800塊錢。去了600塊錢成本，你算算吧，你1畝地賺200。如果遇上乾旱、洪澇這些都要減產，是不是？那你這1畝地賺了還賠錢，這就是我說農民還賠錢呢，就這個道理啊。大戶為什麼願意？大戶你想，他第一茬呀，就他一年上一茬種的，他有各種補貼，你知道吧？你把它補貼跟那個地租給他去掉，他略有盈餘。略有盈余之後，他下半年再種一季別的東西，是不是金賺的了？他沒有地租了嘛，他再種一季別的東西，如果年成好，這一季他稍微賺一點，所以大戶稍微賺點錢。沒見哪個種糧大戶說發財了，說是賺多少錢。實際上一個種糧大戶，他一年的收入，比如說他種500畝地，他一年的收入也就跟個碼農差不多，比碼農還要差。但是他不穩定，碼農頂多是被裁了還得賠你錢，碼農頂多說給你工資給你降20%，獎金沒了。但是種糧大戶他是真正的會賠錢，他今年如果年成不好，他真的是賠幾十萬，3年的白幹，3年賺的錢1年就賠掉，所以種糧是非常的不好。所以那你說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人家農民自己，種糧大戶，還有一些散戶，也好多50、60、70歲的這些農民，他在城裡找不到工作，他就回來家幹什麼？我告訴你，農民60歲、70歲，那真是農民60歲，那正是當打之年。那在地裡種地的都是這些人。那他們會種什麼？他不可能種水稻，他就種經濟作物。什麼叫經濟作物呢？比如種菜，湖南那個地方恐怕離大灣區比較近，比如離深圳，那個地方就適合種蔬菜。種了蔬菜之後，往深圳那邊運，有菜販子收了之後，往大灣區運，這個菜價它就貴，種菜就合算。那當地農民他就願意種菜，種經濟作物。那農民當然願意，大家種經濟作物，那當然。那你就沒有地種糧食，但是上面要求你必須
給我報這麼多糧食，那他只能虛報嗎？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地方政府实际上沒有權利要求農民你必須種糧食，不种糧食我給你刨掉，那是不行的，那是犯法。現在管得很嚴，过去不是，过去镇里的幹部來，你要基本農田糧食就是種糧食，你要種经济作物，把你经济作物給拔了，那個土機車給你鏟了，有這麼幹的。後來媒體報道完了，那是犯法，沒辦法，鎮里幹部他也沒辦法，他只能做工作。跑去給農民做工作，你們家能不能別種經濟作物了？你種水稻，那農民說種水稻你給我錢呢，也不賺錢，對不對？所以說這些幹部其實也是迫不得已，不要以為這些幹部是什麼壞人，他也是沒辦法，他有什麼權利說跑到農民家就說你這個地你給我全部種糧食，他沒這權利啊，那他只能做工作，弄虛作假，瞞報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就這麼玩。這就是我們天天看到的，每年都看到糧食豐收又創新高。但實際上，那創新高，那恐怕一半都是紙上的。你看這個江華縣，這一半是紙上的嗎？半真半假，都知道什麼原因造成的，也都知道有這種現象，但是改不了。為什麼？大家想一想，為什麼？都知道你在騙我，我也在騙你，但是就這麼一直騙，這叫形式主義。他改不了，沒怎麼改？大家都按照劇本來，只有這個焦點訪談的記者他不明白，所以應該反過來問一問，為什麼非要那麼多糧食？這第一個，如果有必要是必須要這麼多糧食，那能不能換種別的方式？那你就得加大補貼力度，是吧？讓糧食的價格起來。糧食價格不能起来，是吧？你也起來了，導致什麼？導致老百姓物價就上來了，是吧？通脹導致老百姓很多人吃不起飯了。那你就加大補貼，1斤糧食現在是吧8毛，你給它漲到2塊，不是好多人就願意種了嗎？那1塊國家貼。所以下面基層的幹部他也難，知道？一邊是硬性考核 KPI， 我们说你这那你就完了，什麼升遷之路堵死了，你這個獎金恐怕也沒有了，這不考核你都是排最後，你我們這任務你這搞2年就把你考扁仗了，對不對？一邊是硬性的指標考核要完成，一邊是農民種什麼糧食，他其實他沒權利，就是幹部他沒權利，你只能做工作。跟人家做思想工作，人家農民不願意，對不對？有人說了，那就是真實統計不就完了嗎？該多少是多少，對不對？這個想法也是很幼稚的。如果真實統計在糧食這塊該多少是多少，那其他的領域真的都得玩真的，那不就麻煩了嗎？所以我說這個他改不了，沒法改。這牽一髮而動全身。實際上，如果上面真要統計真實的糧食，是完全可以的。因為現在這個衛星很發達，用衛星來掃一遍你多少糧食，馬上就出來了，大差不差。但是這樣很多東西就蓋不住了，就捂不住了。所以作為我們群眾是吧，我們通過這一個要看到別的。老說的湛藍定律，湛藍定律，你會想到別的領域是什麼樣子，你就知道咱們失業率是不是5.1%，一直很穩定，那些穩中向好都是怎麼來的，心裡有數。好。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